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咱的外交有新突破。外交部来宣布，台湾将要伫东欧的立陶宛来设立着台湾代表处，这是咱18年后台湾伫欧洲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处，嘛是伫非洲的索马利兰了后第2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上界特别的是，立陶宛嘛有甲中国来建交哦，这嘛来创下着中国的邦交国允准咱以台湾为名来设馆的头一个。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这蕴含着相庭承认的模式，对台湾拓展着外交关系有正面的帮助。巴洛克式建筑，不管是日时暗时拢真水。欧洲有一个国家叫立陶宛，送台湾2万剂 AZ 疫苗，将伫9月底进前会送到位。若要设代表处，即马阁有好消息。台湾即将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 （Vilnius） 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外交部长挂在嘴暗，面顶有台湾乌线甲立陶宛的国旗，甲立陶宛字，都写代表2国的好交情。即摆咱方将伫立陶宛设代表处，这是伫2003年伫斯洛伐克设处了，经过18年，又搁伫欧洲设立代表处，即摆是第2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台湾和立陶宛都位处捍卫民主体制的战略前线。我相信，透过共享价值的紧密连结。2国人民可以一起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正面良善力量。伫欧洲东北边的立陶宛人口差不多280万，面积差不多是65300平方公里，是台湾的1.8倍。雷射升级卫星资讯等等产业因真有实力。特别是1991年9月，就甲中国建交，即摆同意咱方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是中国邦交国头一个案例。形同隐性的双重承认模式，如果能够发展下去的话，对于台湾的外交，对于世界各国与台湾的交往，甚至于对中国的形象，都是正面的。这是正面的发展。北京可能的反对对他们来说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既然是在经贸关系上面的着重所以在名称上面突破的意义其实并不大。那这个立委看法无共款，外交部补充讲，驻立陶宛代表处编制甲预算，佫需要报请行政院来核定，并且都要找适当的地点。有关驻欧洲的馆处，目前是无改名的计划。